主耶稣，你照我出黑暗，如奇妙光明，赏赐独特的微分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，你看为宝贵，献上为你所有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，被拣选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来宣扬主耶稣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，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，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，我要传扬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好。主耶稣，你照我出黑暗，如奇妙光明，赏赐独特的微分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，你看为宝贵，献上为你所有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，被拣选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来宣扬主耶稣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，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，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，我要传扬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关于使徒保罗，记载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1章1到10节。加拉太书是保罗书信的其中一封。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的背景。大约在主后46年，保罗加入了巴拿巴的团队，是属于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团队，并开始到欧洲大陆去传基督的福音。保罗提到这书信是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。加拉太的各教会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时所设立的。按照加拉太书4章13节有提到，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，这就是保罗到了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加拉太地区去传福音的事迹。而使徒行传18章23节也提过，保罗经过了加拉太。另外使徒行传14章及16章所记载保罗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所经过的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庇等城，这都是南加拉太的城市。这是保罗早期传道生涯的记载，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后不久的时期。因此学者推断，保罗写加拉太书大约是在主后48到49年间。这样的话，推算加拉太书就是保罗最早
所写的书信。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所记载，我是使徒保罗，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的选召，也不是受人的委派，而是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指派的。经文一开始，保罗自称为使徒保罗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宣告，告知这位使徒保罗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所领受并指派的。为什么保罗要如此宣告呢？这与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对象有关联。因为这些信徒，他们认为使徒是指当初耶稣的11个门徒，再加上后来加入的马提亚，这些门徒才算是真正的使徒。因此他们怀疑这位曾经是迫害基督徒的保罗，质疑他使徒的职分，认为保罗他的教导不足以信服。但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必须为自己的使徒职分及权柄来做辩护。因此他在书信起头即告知众人，他是耶稣基督所指派的使徒保罗。第2节跟第3节这样记载，我和跟我一起的信徒们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，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。这是我们在新约圣经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常见到的，保罗对当地的教会的信徒问候以及祝福。这段问候结合了问候外邦人，属于希腊人常说的恩典，以及问候犹太人的平安。这代表当时的加拉太地区有外邦人，也有犹太人。第4节这样提到，基督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，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。这段经文保罗提到，救恩是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主动成就的计划，也强调唯独依靠基督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恩典，并非依靠人的行为。救恩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因此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4节也提到，让我们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第5节提到，愿荣耀归于上帝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在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说，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当保罗问候完加拉太的众教会后，接下来保罗的语气转变为相当的严厉。这与他在写给其他教会，如以弗所教会、腓立比教会的书信，这当中的语气是全然不同。在保罗问完安之后，接着马上就责备这些信徒。第6节提到，我很讶异，你们竟然这样轻易地离弃了借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，而去随从另一种福音。第7节也提到，其实并没有另一种福音。我这样说，因为有人前来骚扰你们，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。当时加拉太教会受到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犹太主义者，他们来搅扰这些信徒，告诉信徒们要听从别的福音，并且否认保罗的权柄，也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。他们声称保罗所传的虽然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使徒，但却
欠缺了外邦人需要行律法的要求。这样的说法等同于要改变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。这是在初期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外邦信徒开始增多时，他们思考是否需要像犹太人那样遵守摩西的律法。有一些犹太基督徒认为信徒要得救，除了要相信耶稣基督以外，还必须谨守旧约时代的摩西律法，包括行割礼等。他们认为唯有这样，外邦信徒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并且真正得到救赎。所以他们反对保罗只讲恩典而不讲律法。他们强调在恩典以外也需要注重行为，并且鼓吹基督徒必须遵守犹太的礼仪规条及律法。但保罗在此向加拉太教会重申，并没有另一种福音，也极力证明自己所传的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，借以告诉信徒们不可轻易离弃真理。第8节和第9节这样提到，其实任何一个人，即使是我们，或是天上来的天使，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，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该受诅咒。第9节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现在我再说，无论谁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，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应该受诅咒。保罗也驳斥这些质疑他的犹太信徒的错误，并正确说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。保罗甚至严厉地指责，无论是任何人去传另一种错误的福音给这些信徒，都应该受到诅咒。保罗在第9节也再次的重复强调一次，这也让我们有所省思，关于基督的福音是任何人都不能扭曲修改的，即使是天使或使徒也不能如此行。第10节提到，我这样说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吗？不是，是要上帝的嘉许。难道我想讨人喜欢吗？如果我仍然想讨人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在第10节会如此说，主要是因为有信徒怀疑保罗为了传福音，让人相信耶稣基督，包括这些外邦人。保罗的目的是为了讨好众人，而刻意去降低领受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标准。这如同是告诉他们，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而不需要再去拘泥于律法规条，就可以白白得到神恩典的救赎。但保罗告诉信徒们，他传这福音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，而是要将福音的真理正确地传达给信徒。保罗看到原本已经蒙召得救的加拉太教会信徒，居然这么快离弃真理，而听从所谓另一个福音，促使保罗写下此书信来劝诫并阐明福音，好让教会信徒都能真正地明白基督的福音。保罗是基督的仆人，是要能忠心地传达基督的话语，不能为了吸引人，人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去讨好别人。这也正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常常去省思的。在教会当中，在信徒的面前，我们基督徒的言行举止表现，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呢，还是要得到上帝的嘉许？从现在开始，
我们是否愿意效法基督，凡事以神为念，成为基督的仆人，进而来活出基督徒荣神益人的人生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因着信来得着救恩。求主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使我们能传扬基督，让更多人能认识主，认识真理，而同得福音的好处。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